咦？林姐姐佢點解一直喺度傾偈嘅？佢做咩㗎？哦，佢係社工。社工做咩㗎？負責傾偈啊？唔係幫助別人嘅。如果你有困難呢，佢呢就可以幫你解決一啲問題啦。好似我考試唔合格，社工都可以幫我㗎？唔係，如果呢生活上面呢有困難呢，你就可以揾佢啦。生活有困難，如果同其他人嘈交，社工係咪會幫手處理㗎？係啊，屋企有唔開心嘅事或者有煩惱，都可以揾社工呢傾偈，紓解下情緒。好啊好啊，好似超人一樣幫助其他人。我大個咗之後呢，都要做社工呢，去幫助其他人。社工嘅手語係咩呢？社工，星期一手語，下次見，拜拜。